乡亲啊，离这个巴黎奥运村最后的16天，台湾亚少年的女神郭幸淳，二顶一届的东京奥运是摕金牌，但是今年伊的腰甲大腿拢受伤，予伊的情绪是真袂稳定。讲到伊的伤的时阵，佫讲甲脑光啊甜甜甜。加在身边有真侪人甲鼓励，予伊调整到最佳的状态。 亚少年的女神郭幸淳，伫总统赖清德的头壳顶双手比一粒爱心，和大家做伙翕相。正久无出现伊伫巴黎奥运授旗典礼，展现伊活泼的一面。等下到比赛场，郭幸淳率先受到未少压力。过去3天，伊因为腰部和大腿有受伤，除了较罕的参加比赛，连平常时训练嘛受到影响。 郭幸淳讲，这段比赛期，伊的情绪起起落落。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到自己影响的人，就是比如说我可能练不好、举不好，然后我就会生气什么，然后教练就会在旁边就是说没事，就是我们只要做好什么，我们只要达到什么，其实真的不用害怕。虽然我们已经是比较资深的选手，但是你知道我们还是需要被鼓励的。会晓接受伤势，是郭幸淳感觉上困难，嘛是上大课题。顶一届的东京奥运，伊为台湾赢起1面金牌。今年的巴黎奥运，伊嘛因为安尼派到搁较侪期待。也毋过郭幸淳讲，家己其实受到真侪正能量，等得互伊搁较有动力。最暖心的就是希望你好好比赛，享受比赛，然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再受伤。这样，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很大的一个鼓励了。那我也很，就是我也希望就是用，就是呈现一个非常好看的比赛，然后来回馈大家这样子。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讲到受伤，郭幸淳就目眶红，身躯顶好美丽的伤势，互伊的状况有时好有时歹。也毋过伊的心情却是一天比一天更较坚定。面对特别到的巴黎奥运，郭幸淳会尽伊上大努力，留下上美好的回忆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